found some eyes that see me from the inside. Nothing left to hide, not even from myself. Very soul, dear. Find your darkest parts and let the light i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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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wanna call you mine. Kiss the night goodbye, and we'll be holding on to the morning dawn, darling. We together, holding on. Tell me what you want, darling. We together, you and me, holding on to the morning dawn, darling. We together, holding on. Tell me what you want, darling. We together, you and me. We can spend our days walking on the bright side. Never have to hide again. Together never has to end. And we'll be holding on to the morning dawn, darling. We together, holding on. Tell me what you want, darling. We will be together, you and me, holding on to the morning dawn, darling. We together, holding on. Tell me what you want, darling. We together, you and me. See that look in your eyes. I've been hoping for a love like you for a long, long time. We got laughter, we got tears, we got each other too. From this moment we are here to stay. There ain't nothing we can't do. Here we are, here, hand in hand. No more plans, just our love here. Again and again I'll say I do.
怎么那么多玩具啊？啊，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江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江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抽中！啊，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与随天缘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啊，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啊，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那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嗨，欢迎回来到圣诞欢乐颂，开箱惊喜圣诞礼物。嗨，大家好，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今天呢，一样来跟大家一起开箱。今天的主题是数码宝贝，这只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它叫阿五跟它的巴达兽，很可爱吧？然后它的外盒啊，也是像昨天一样，就是呈现黄色，非常温暖的。你看这边直接印上它的角色，很大一个。然后就很开心的跟大家挥手，然后他这边呢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他这个故事是在有点数码，就是那种网络世界的，所以它上面都会有一些像那种科技数码的那种字啊造型。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它的本体。应该很多人看过数码宝贝嘛？那阿五啊，他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很纯真，很可爱，而且年纪什么非常的小，他的小个子也非常小，有没有？他散发出来就是非常阳光啊，然后很可爱的个性。然后就像刚刚美味蟹堡讲的，它这下面你看地板很特别的是什么？它都会做像是数码世界一样。那什么是数码世界？就是网络的世界。以前那个年代其实网络还没那么发达，但是因为这个卡通蛮早的，然后它后来一直到现在网络世界发达，应该大家更可以体会，就是有点像是养那种网络上的那种数码的小怪兽一样，像以前那种小宠物那种。对，那它数码宝贝里面它有8个被选上的孩子，那他们被选上的孩子呢，都有分别的这个徽章哦。那徽章象征着他们的有点像是每个人的人生历程，就是每个人都要去解任务的感觉。比如说我今天是勇气，然后我就要从这个我最需要的勇气里面，哪一天我有勇气的时候，我就可以得到这个盼望跟希望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阿五，他今天就是什么？他就是希望的徽章哦。哇！他的徽章就是长这个样子，有没有？这是在数码宝贝世界里面象征希望的意思。上面有个太阳的感觉哈。对，有没有带给别人太阳的光这样照下来的那种样子？那巴达兽呢，它很特别啊。
它这个巴达兽大家一定想不到吧？它进化的是长怎么样？天使哦，它进化的是就变成一个天使兽。那它那时候为了进化的时候啊，其实它是属于像是延迟的这种盼望的感觉，就是刚开始其实它一直很渴望，但是一直得不到。然后其他大家都已经进步了非常多了，已经到另外一个层次了，但他们还没有。所以说他们那时候就一直很盼望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吗，还是怎么样子？结果后来有一次，当大家包括主角太一跟阿和他们都不行的时候，结果呢，巴达兽挺身而出，他就巴达兽对巴达兽，然后跟阿五他们两个挺身而出，牺牲为己的那种感觉，然后帮助所有的伙伴，然后渡过难关，然后那次就成功进化，然后他们的进化也是就是超出他们的所求所想的哦。对，真的比自己想象中的力量还大，真的，而且哇，所以说他那时候，那没有得到，那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得到，但是后来却得到的更多。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本体哦，因为它上面就是以一个绿色的方式去呈现，然后它这个角色公仔啊都是以塑胶的方式，摸起来非常的实心，这个巴塔兽翅膀非常大，有没有很高？对，很高哦。然后它为了呈现这个飞行的样子，后面有一个小架子。那这个小架子我觉得也不会太突兀，因为它是用跟这个地台一模一样这种类似数码的这个绿色来去呈现。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巴达兽的这个嘴巴啊，跟这个眼睛，有没有布灵布灵的感觉，做的非常的生动，跟你在这个卡通里面看到的一模一样哦。然后这个阿五啊，他的这个帽子是戴这个反方向的，这是很经典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他是这个有点这个黄色头发，就是因为它是有点混血的，日本的跟外国这样子混血，所以说有点这种外国的感觉。然后这个鞋子有没有超可爱的啊，很像真的鞋子有没有？它上面连那个鞋带啊什么都做出来了，很可爱。还有它的小袜子。对，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这只他们两个是一起的，所以说是做的非常的生动，而且拿起来十分的有分量哦，很可爱，而且他们两个是一起的。所以说，就象征着他们两个的友谊非常的深刻，而且他们虽然只是站姿，一个是站，一个是飞，一个站，一个是飞。那他站着的那个动作啊，也很生动，涂装真的是非常的棒。给他看一下后面也不马虎哦。那它这个地台呢，是做一个比较塑料的那种材质，塑料材质会比较牢固。那它在卡这个卡榫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坚固。对，好，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喜欢这种阿五他们这个成长的这个经历精神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祝福跟分享交给我们的牧师。哇，我也好喜欢哦！每一天我们结束我们的节目以后，音乐牧师都会收到我的好朋友，而且都是20岁、30岁年轻的朋友哈，都密我说不公平，不公平，因为我们这个公开的节目的时间，他们都没办法。其中一个半夜是大夜班的好朋友，他是护理师，他就说我都没有办法上你们的节目，我都得不到，怎么办呢？我说那就明天来哦。亲爱的大家，明天我们不是线上的哦，明天我们是实体的啊。我们的中午12点在桃园市桃园区中华路49号1楼，12点哦到12点15，我们可以现场开箱啊。我们现场开箱不会只有一个，我们现场开箱有10个人可以收到礼物啦，不是10种哈，先讲好哈那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这个时间上来，那还有一条路，就像我们人呢总是有路可以走，是吗？还是有人说不 no 牧师你都不懂我，我等很久很久很久的，但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这怎么感觉很像那阿五啊？跟我们刚刚讲的数码宝贝一样哈，他们有过等很久，那个巴达兽跟他是好朋友，但他们却一直没办法升级，人家都不知道已经升到哪里去了，但他们仍然在原地，都开始怀疑人生了。亲爱的大家，音乐牧师要邀请大家，你有现在跟数码宝贝一样等待很久，这个盼望都已经延迟了，等了又等，等了又等了又等了，等到我已经不想了，好像是学习来的无助，算了吧，反正我永远不会有那种运气
就像很多人说，牧师我不可能抽到啦，我说不可能就没有咯，但你每个礼拜每天都上来就有可能哦。好，音乐牧师要来邀请，有没有3位？哦，有人举手了，请你来分享哦。记住哦，我们同工记住哈，3位音乐牧师来邀请。你分享。来，我举了。好，来，请你来分享延迟的盼望，曾经有过怎样子的意气风发，然后你努力过之后，一直都没有得到，一直都没有应验的，请分享一件事。好，第一位音乐牧师邀请你才能开麦克风哦，哈。第一位，我们请刘胜忠，请开麦克风，跟如果可以，你把那个影像打开。OK， 好，请。你刚好刚洗完澡。好，没问题。哇，你们动作好快，来请分享。生小孩算吗？可以。好，请说。曾经有过很期待啊，一直努力的生。结果都反而都没有，对，然后就反而不期待，之后反而其实小天使就来了。哇，对，你们2个小孩超可爱，超有盼望的哦，对不对？对，有盼望得到那把刀的，想要的举手。哦，3个都想要，好，谢谢，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好，第2位，那我们等一下会决定是谁哦，哈。第2位我们要请有雅婷吗？请问同工第2位，刚刚第2位，第3位也请准备好，请有雅婷把麦克风跟镜头打开。讲啊，快讲，你不是要讲？我每次要得礼物的时候都没有得到，都是别人的。哦，所以你很失望。你今天又上来，你有想要得礼物吗？可以啊，可以啊，还是很想要。开始等候，哎呀，我你有想要才会上来，对不对？而且都问我们了耶。是吗？是不是？是哈。好，那我们把它记下来了哈。我很佩服你，你明明知道，一直给自己说，我就是永远拿不到礼物，我永远拿不到礼物，可是你却还愿意上来啊！这个我很佩服你，只要有上来就有机会。真的哦，哈，好，那我们看看你等一下会不会有机会，好不好？哈，好，来第3位，刚刚第3位请同工是哪一位的？请他开镜头跟麦克风，可不可以帮我忙？是哪一位？杨什么？杨许欣呀？英文的吗？就是翻译的杨许欣。请开麦克风跟开镜头。请问你在吗？看他的画面好像正在开车，不方便吧？是哈，那这样子就可能要换下一位哦。杨许欣吗？请问英文怎么拼？那个拼怎么拼？好，那我们就换下一位。好，好，来，请说，好，太好了，是我吗？对，哦，好，那个，对，你说分享一个等待很久的，对，我想一下，国小的时候，跟一个邻居打篮球，他从小时候就长得比较矮，就一直打不赢他，后来上了国中之后。长得比他高，终于在他面前可以得分了。哇，耶，太棒了！持续努力长高，对吗？哈，没有忘记你的初衷。对，你跟这个数码宝贝很像，后来升级，对不对？
对对对啊，这个很温馨。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谢谢谢谢。那我们从3位当中，我们请同工是这3位我们要抽签哦，哈，请我们的同工是用电脑的抽签的这3位，好，那我们请同工，你开车要小心哦，好不好？哈，好，来，请我们的同工来用电脑抽签的方式啊，要显示好，待抽的名单有3位，哈。那第3位就是刚才那个英文的名字的哈。好，我们预备来抽签，请我们同工请抽签。好，哪一位？尤雅婷，得到那个玩具。Hello， 尤雅婷。哦，太好了！你要不要说一下感言？你是不是终于得奖了？ Hello， 雅婷，其他2位谢谢你们的分享啊，雅婷妹妹，恭喜哦，谢谢。好，谢谢哇，你终于达到了，你跟我穿一样的衣服，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幸运的啊，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哈。好，谢谢大家哈。有机会，明天还有现场时的，还有20几天的哈，明天来啊。好，请把麦克风把麦克风帮我关一下。好，亲爱的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数码宝贝，其实它等待很久。其实刚才圣中也讲，很多人生小孩其实是等很久的哈。在圣经当中，有一位耶稣，也因为我们圣诞节是因为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出生是很久以前，几千年，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这位上帝就想要拯救人类，所以在西元的零年起，就几千年之后，透过昨天我们说的童女这个玛利亚生了这个完全跟人一样的耶稣，等待很久，就是要来他出生代替我们死。其实跟这数码宝贝一样我们就像他的朋友，比朋友还亲因为我们人都会有一死，死后一定会有审判。我们审判的时候是需要有人代替我们，否则我们就会被判刑永远的死亡。那这真的没有盼望。而这一位耶稣的诞生是要来拯救我们所以亲爱的大家，如果你也是跟数码宝贝一样，你现在正这个等待着延迟的这个盼望，请你不要气馁。你看今天的那小美眉她说她都永远抽不到，今天是抽签的，是公平的，我们都没有做签的，是电脑抽签的这位上帝翻转了她，不要告诉自己不可能，一定可能的好，那祝福大家。那我们明天是现场不是线上所以请欢迎大家，明天我们在中华路49号，好吗？49号1楼12点到12点15你来了会有10位可以得到奖，我们一起来开箱。然后星期一我们继续再用线上的。上帝祝福大家好，拜拜，拜拜。那我们的同工要换我们的音乐，嗨，我们会录音起来好，拜拜，乳皮吗？嗨，拜拜。如果有喜欢这个公仔的你可以私下跟叶牧师连结我们的罗越导演他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有比别人都优惠的我们可以选客制化的。我们不是在卖东西，但我们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实现愿望的机会但不要迷恋这些公仔我们是要从公仔要学习大家晚安。 It's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Pull a wreath out of cardboard. It says everyone is welcome here. Grandma's frosting the cookies. She waves at neighbors as they pass. She laughs as I sing jingle bells out of a marshmallow mustache. My little daughter came running up and sat on my knee. She said, Dad, I got a question for you. I said, what? Hello， 大家都已经离开了是吗？对。OK， 谢谢谢谢谢谢一凡。